恆域路運城機場僱員服務路線 FX3，恆域交通局編號907，由路運營辦，循環來往路運城及機場1號客運大樓，途經機場1號客運大樓離境大堂，只於星期1至5日間服務。歷史：2026年1月24日，配合恆域國際機場擴建部分啟用 ，FX3 線投入服務。收費：全程收費，免費。收費備註：此路線只限路運城、Fresh Air 及機場員工乘坐，上車時必須穿着公司制服或向車長出示員工證。用車：此路線使用路運旗下 Fresh Air 的地勤部門之巴士車序行走。此路線共獲派2輛斯堪尼亞 K410IB S16至 S19 旅遊巴作掛牌車，間中亦會出現 Enviro 200mmc A01至 A16 單層巴士。